凯美风台影响全台湾，花莲的高寮便桥去互水呛转去。目前桥的两边是拢封路管制，禁止通行。台南柳营有一间烧鸡场淹水，水是淹甲人的胸坎遐尼悬，穿甲穿子拢浸水。 大雨落袂停，外口规个拢淹水，而且水拢是土黄色的，淹甲腰遮尔悬，想要调水向前行拢淡薄仔困难。受到凯美风台影响，南部落暴雨，台南柳营马场做大水，伫厝外口的水不淹到胸坎遮尔悬，厝内也淹到骹肚。全国内面60基千加15万粒庆子拢浸伫咧水内，边仔的土地公也浸水。3分钟就淹进来了，好，那个整个是溃堤这个样子，全部的那个水都往靶场里面冲，那个是没有办法做防范措施的，那个人会被冲走的，啊，连我们那个土地公都被冲走了。高电讲已经几多年无淹甲安尼死，怀疑是顶楼的水库管也无放水，开水倒灌才淹水。另外，伫华东地区也同款受到强烈风雨的影响，由于镇的高寮便桥中段和大水冲海去，警方接到报案，甲拟定最近有封锁线彩排啊。在今天下午大概4点半左右哈。 这个高寮便桥这里有中断哈，我就立即跟里长过来勘察，看现场就是没有其他车辆那个受困哈。高寮便桥伫咧1个月以前，才因为大雨造成便桥东边的地基乌空去，封路伫咧抢修。这回又拄到大雨，雨原本是用来暂时代替2022年因为地动摧毁的高寮大桥，然后小高乱开两边交通的便桥，连线拄到天灾。 风台也对大高线撞掉到仁和段造成严重的灾情，撞掉段毁掉磅坑北边的出口，崩甲正严重。公路局已经出动机具伫咧抢灾，因为新北市的三甲在114管道1公里的所在，25暗7点外传出土石崩来情形，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。好佳在无人员伤亡或者是掉伫咧内面，因过山顶依然有一寡烂山的石头一直落来，影响抢救人员甲行车的安全，将会等雨小可较 停才来清理，目前全路段拢封闭，清理好势了才开放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